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病房照护常常会用到跟床边复健之行走训练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老大哥，你好，我是物理治疗师叶春平，今日我来教你做复健运动。好，什么？今日我来练习行路，照护员叫我来听书，按用治疗师冇错的时间，你只做得突击练习。好，冇问题。我先来扶你坐起来。大哥，你听同一下思维。好，一只脚先放下来，然后让我一只脚放下来，我确定两只脚有达到天内档。好，然后我来练习行路咯。你的手板凳重揽，两只脚用力，好，用力起起来，用有力的手扶定四脚拐棍的。因为太哥佢係右腳挫傷，便愛起到佢嘅張薯片，手愛扶定佢嘅褲腰頭，防止佢突然間跌倒。咁我捉定佢嘅手冇？唔是，按一隻手捉定佢嘅褲腰頭，另外一隻手扶定佢嘅肩頭，像咁樣。嚇，咁樣做得調整佢嘅姿勢。本佢行路挺胸，沒有保護嘅功能。然後開始行咯，羅大姐，我先突擊行一擺，本你看，接下來就愛幫你來突擊行路咯。好，拐棍呢向前，好，右腳向前，左腳，好，左腳留右腳愛斜，好，來開始，拐棍呢。右腳，左腳，拐棍呢？右腳，左腳。你行到當好，只按樣。好，我知咧。羅大姐，你下幫你來圖大哥練習行路。好，老大哥，你下幫我圖你行路。開始。拐棍呢，右腳，左腳，拐棍呢，右腳，左腳。很強哦，羅大姐，你圖到當好，大哥你們行到當好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來我們就來練習在這個情境中會用到的實用例句。先來學習四線腔調。照服員協助病人做復健，依慣例會先告知病人進行的項目，這時會說：今天要來練習走路。今日我來練習行路。今日我來練習行路。照服員在旁邊協助看姿勢的正確度，以確保安全。此時會提醒要確定兩隻腳掌有貼着地面。要確定兩隻腳有踏到天內檔。要確定兩隻腳有踏到天內檔。站起來的瞬間最容易因為失衡而發生危險。照服員在病人旁邊協助，此時會提醒病人手扶着床邊欄杆，雙腳用力站起來，手板凳面重來，兩隻腳用力起起來，手板凳面重來，兩隻腳用力起起來。病人練習使用四腳拐杖行走，照服員此時會提醒告知病人用有力的那隻手扶着四腳拐杖，用有力的手扶定四腳拐棍的，用有力的手扶定四腳拐棍的。練習行走時，為預防病人跌倒，照服員會要扶着他的褲腰頭，
防止他突然跌倒。手要扶着他的裤腰头，防止他突然跌倒。手要扶定佢嘅褲腰頭，防止佢突然間跌倒。手要扶定佢嘅褲腰頭，防止佢突然間跌倒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协助病人做复健，依惯例会先告知病人进行的项目，这时会说：今天要来练习走路。今日要来练习行路。今日要来练习行路。照服员在旁边协助看姿势的正确度，以确保安全。此时会提醒要确定两只脚掌有贴着地面，要確定兩隻腳要踏到地內檔，要確定兩隻腳要踏到地內檔。站起來的瞬間，最容易因為失衡而發生危險。照服員在病人旁邊協助，此時會提醒病人手扶着床邊欄杆，雙腳用力站起來，手放在面床欄，兩隻腳用力起起來，手放在面床欄，兩隻腳用力起起來。病人練習使用四腳拐杖行走，照服員此時會提醒告知病人，用有力的那隻手扶着四腳拐杖，用有力嘅手扶定四腳拐棍呢，用有力嘅手扶定四腳拐棍呢。练习行走时，为预防病人跌倒，照服员会要扶着他的裤腰头，防止他突然跌倒。手要扶着他的裤腰头，防止他突然跌倒。手要扶定佢嘅褲腰頭，防止佢突然間跌倒。手要扶定佢嘅褲腰頭，防止佢突然間跌倒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